东区综合国小今年的儿童节庆祝活动，同款嘛是办了真盛大，而且有特色。不但让学生展现家己的才艺，嘛有邀请魔术师来表演，精彩演出，让全校小朋友看了一直哇哇叫。在这个属于囡仔的节庆，校方嘛有办理模范表扬，颁奖给全校为幼龄园开始，一直到6年级所有班级模范生，肯定甲鼓励因上进学习的表现。今年也特别精心帮模范儿童每个小朋友客制化一个奖牌，我们希望让他在这个小学求学生活里面有一个很美好的印记。那另外，我们也今年特别重金礼聘了马丁魔术团来表演魔术。我们希望在这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环境里头，让我们小朋友在儿童节这一天可以快快乐乐来学校生活。不止安尼，学校嘛有规划各种益智闯关游戏，和小朋友合作闯关，展现团队精神。另外，家长会嘛加码送予全校师生冰淇淋以及红豆饼。种种的大型安排，就是要让综合各小的囡仔有一个难忘又搁欢喜的儿童节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